主后2023年10月初1，每日圣安宫读经。上主要用亚述是无？圣经咱做伙来听读。以赛亚书第10章第59、19节。惨啊！亚述，我受气的棍，我手中所举受气的拐。我命令伊去对付无法无天的国民，派伊去攻击我所痛恨的人民，抢因的战利品，夺因抢夺的物，搁吞踏因，亲像咧踏过路的鹿孤梅。毋过，这毋是亚述的计划，伊的目的毋是简单安尼。伊存心要毁灭搁较济个国家。伊夸口讲：我的指挥官逐个拢是将才，我有征服加利罗，嘛有征服加基米斯；我有征服哈马，嘛有征服阿尼伯；我有征服撒玛利亚，嘛有征服大马士革。我的手已经伸到拜偶像的国家，因的偶像比耶路撒冷甲撒玛利亚的偶像较济。我减毋免对付耶路撒冷甲伊的偶像，亲像我有对付撒玛利亚甲伊的偶像。注伫锡安山甲耶路撒冷完成伊要做一切的工作了后，要处罚自高自大的亚述王甲伊的骄傲，因为伊讲：我靠家己的气力甲智慧完成即个事，因为我真有本事。我有废除国甲国之间的境界，抢夺因的财宝。我亲像勇士制服君王。我的手有拿着人的财富，若伫摕鸟仔收。我得到全地，亲像捡着流落来的鸟仔卵。袂有鸟仔撇舌甲我吓惊，嘛无鸟仔开喙啾啾叫反抗。捕头兼通对用伊彻查的人夸口，句仔兼通踢伊比拖句仔的较敖。是人得用棍仔，毋是棍仔得用人。所以，至悬上主万军的统帅，要互勇壮的人变甲烧山落肉，要点火甲因的荣华烧掉。迄时，以色列的光会变做火，以神圣的上帝变做火焰，伫一日内，甲亲像刺皮甲野草的亚述王消灭。伊茂盛的树林甲真肥的田园会彻底受毁坏，亲像病人衰弱死去消失。树林内剩落来的树真少，连囡仔都会晓算，无几个会倒转来。上主要用亚述是无？亚述我受气的棍，我命令伊去对付。即句经文指出，上帝使用差遣亚述，就亲像上帝差遣伊的子民共款。文字的讲述非常自然。当时亚述是大国，是攻打以色列即个小国的敌人。敢讲上帝使用大国来欺负小国，使用无敬拜伊的亚述来攻打敬拜伊的以色列，使用以色列的敌人，互以色列受苦。亚述无认捌上帝，阁是攻打以色列的对敌。对以色列来讲，伊是歹阁歹的国家。看到上帝差遣使用歹人、邪恶的国家，你会感觉愤愤不平，是无？
严格来讲，照上帝标准，无一个国家毋是邪恶的国家，也无一个人是义人。咱拢只是得到上帝拯救的罪人若定。保罗伫罗马书第3章第19、22节讲到，拄照圣经所记载，拢无义人，连一个都无；无晓悟的人，拢无人追求上帝，人拢背叛上帝，拢行迷路，拢无人做好事，连一个都无。总是上帝使用世间人，甚至上帝使用咱眼中的歹人，也使用咱所认为的歹事。约瑟互伊的兄长卖到埃及做奴隶，就是歹事，甚至是厝年的见孝代。约瑟因为安尼食真济苦，当老爸雅各死了后，伊的兄长拢烦恼约瑟会扣现报复。伊却讲：以前恁对我的意思是歹，毋过上帝的意思是好。上帝使用人看做歹的事，保全雅各的家族，化歹做好。当大卫的囝押沙龙造反，大卫逃走到何巴林。撒母耳记下卷16章记载，有一个人名叫示每，伊来咒骂大卫讲：你这个老人废的凶手，你这个歹人去死！这种情形，连侍卫阿比斯都看袂落去，就对大卫讲：这只死狗，哪通互伊咒诅我的主，我的王，准我过去斩伊的头。大卫应讲：这无恁的代志，出在伊咒诅，因为是上主吩咐伊咒诅我，所以无人会当讲伊是安怎安尼做。遮尔恶承担的事，大卫讲，若是出在伫上帝的意思，无人通过问。上帝差遣示每来咒诅大卫，拄亲像伊差遣亚述人攻击以色列共款。使徒行传第2章23节到24节记载，上帝照伊有定的旨意甲计划，将耶稣交互恁。恁用无律法的人的手，将伊钉伫十字架顶，甲伊杀害。上帝甲伊解除死的痛苦，互伊过活，因为死无法度甲伊控制。耶稣的十字架救阮，上帝是照用不法之人完成的。上帝的拯救是伫恶劣的时局中成就的。历史上的歹代志，歹人定定都有，总是上帝的救恩永袂改变，因为伊是掌管万民万事的上帝。默想，我的眼光是定睛伫大能上帝的作为，还是执着伫家己偏歪的观念甲好恶呢？咱来祈祷，超越一切的上帝，恳求你帮助我，主神伫你所有奇妙的作为，要互家己掠做是好歹、善恶，还是欢喜、厌恶、蒙蔽，因为我相信你是化恶为善的上帝。奉主耶稣的名祈祷，阿们。愿上帝赐福你身心灵拢勇健平安。